陶真园，陶晶莹，因为你要讲那个陶晶莹，陶晶莹，要谢谢。要讲还需要，杜书瑶，对，你下面啊，都是要要废话，会中午没吃，中岛美嘉，哦，东岛都讲你玩一下，李圣杰，李圣杰，啊，李圣杰，他哪里？啊什么？他哪里？差点的，你知道杜德伟啊？单题，好有成家有，我基本烂到不行。笔跟尺，笔跟尺，皮卡丘。皮卡丘，害羞婶婶，拍谁啊？自己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好烂，避暑镜啊，就避暑呀，避暑啊镜。避暑哦。啊？喝水一下，喝水一下，林俊杰啊，对，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，林俊杰，最后一句，等一下是灵魂。阿公 IKEA，阿公一起啊，阿公一起啊。